要向劳工朋友报告，政府一定负最后支付的责任。我也财政去年拨了200亿，这个劳工朋友们请放心。今年现在虽有亏损，但去年我们也是大赚4000多亿。那5年来我们赚了9000多亿，可见这一个劳动基金的操作是良好的。这一次这样只是受疫情一时冲击，请大家放心，政府一定会保护劳工，同时会非常小心谨慎而聪明的运用基金的操作，这也有专家在操作，请大家放心。今天来参观1988专线，有传出说现在电话爆量，您自己有亲自打过，很多人反映打不进来。另外是传出说有人员可能太累病倒，接下来人员有打算编制会调整。我们为了让民众知道政府为您做什么，也希望能多听民众各方的意见，所以设的有各种专线来服务。像我们防疫的专线就做得很好。那现在开始纾困，我们也希望能够为民众做到最好。那防疫专线确实很受民众反映需要，所以我们人力不断的增加。不过很多事情刚开始的时候，难免会有不顺或不熟悉，或作业上还有待改进。我们总是一直改进，希望做到最好。我们也非常感谢实务的工作同仁们，他们有一些人本身就也是受这一次疫情冲击受困的人，劳动部、经济部也特别安排他们这个工作，也等于是走出困境。而劳动部这种专线已经是非常长年的设置了，那过去也一直让永达在这一方面比较需要工作的伙伴来加入工作团队，所以在执行的工作同仁其实本身也是很辛苦的，所以希望打电话来的同胞民众也多一点互相体谅。解决事情最重要。院长，那有初步希望能够帮他们增加多少人吗？另外想问说，你自己有没有试着打过这个专线来看？我有很多神秘客，我都是希望听各方指教包括像我们立委的指教，包括我们媒体朋友的指教。那我们整个行政团队也有各方面的查证机制。我希望从各方面的意见整理中。都希望能够一步一步改进。我不敢说哪一个地方就做的已经100分，没有永远100分，都是只能更好。那另外一方面，人力一定会增加，所以我们看，像1922，一天48000通，那确实需要很多人。所以这个专线，无论1988、1955等等，都是需要更多的人。那我们都不断的增加人力，我们希望做到最好。